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0年8月13号。咱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33篇，创世纪41章14节到36节，启示录15章第1节到第4节。咱今仔日要分享的主题是学了上帝的名。昨昏咱对创世纪40章的经文来讲到着约瑟伫埃及的遭遇，引用着今仔日的圣经创世纪41章较后壁38到40节，咱用39节来讲吼。讲着约瑟伊解梦了后，法老王对伊的讹了，但是事实上这是对上帝的讹了。法老王对约瑟讲：“咱检话找到一个亲像伊即个人有上帝的神伫伊的内面吗？”法老对约瑟讲：“上帝已经将即个代志拢指示你，可见无人亲像你有即号的聪明智慧。你通管理我的家，我的百姓，拢着听你的话，互你管理。独伫宝座，我比你较大。”咱看见法老王对约瑟的肯定，其实是来自对上帝所赏赐伊的智慧，并且法老有信心，约翰借着上帝赏赐的恩惠，有能力来治理全埃及，而且设立约瑟担任着宰相。其实这是极大的突破。特别是约瑟并毋是埃及人，也毋是埃及出世的。最近伫美国的卫生部部长下早伊带领一群人去到伫台湾来访问4天，真侪人就开始咧谈论伊的背景，因为伊是一位担任着伫美国的体制中间美国总统若万一出代志，迄个继任的顺位第12位的上高级的官员之一。但是伊却是一位来自伫黎巴嫩的基督徒的移民的后代。虽然伊是移民的第2代，但是较重要是下早伊是伫美国出世的公民，因此伊会通担任即种的要职。约瑟伊毋是埃及的公民，也毋是埃及出世的，甚至伊是对即个监狱所带出来的一个犯人。那为什么法老王会将即个真重要的职务来交伫伊的手中呢？讲白，就是因为法老王为着伊2个梦来受苦楚。伊无法度解决迄个梦，伫埃及的国内也找无有人会通解决伊的梦，还是解释伊的梦。因此，当约瑟伫伊面前真坦然来甲伊解说将会发生的代志的时阵，法老看见即位甲家己无共民族的人，有着家己的信仰甲所倚靠的上帝。伊真坚定，也真勇敢，伫王的面前提出伊的谏言。所以埃及法老王看见约瑟背后的迄个保守者，迄位约瑟所信靠的上帝。因此，咱知影法老王将宰相的大位来交予约瑟的时阵，就是肯定上帝的作为，是咧学了上帝的名。启示录15章，咱看见着末日的时阵，有天使大声学了上帝的名。末日其实嘛代表着人的尽头，也是讲世界的终末。伫迄个时阵，有天使要大声学了上帝的名，因为天地虽然即个天地可能当初是已经混乱啦，真无平安，即个人类也真有可能拢拄着即个代志了，有足大的不安。伫启示录15章第1节到第2节的即个
中间描述末后的景象。伊讲，我搁看见别个兆头伫天呢，大搁奇怪，就是7个天使有7项灾厄，就是落尾的。因为上帝的大受气对遮会来进。我搁看见玻璃甲火三参会海，搁看见遐个得胜的来脱离兽，甲伊个像，甲伊个名会笑野的，徛伫玻璃海，拢摕上帝的琴，然后搁有啦吼。迄个掌管天地的上帝要受称赞，这是伫后续记载伫第3节、第4节的经文内底所讲的。即种的景象，互咱看见，亲像伫约瑟的时代，法老王共款。伊当伊面对将来要接续到的丰收以及饥荒的即个年的中间，伊来开放伊家己的心胸，接纳上帝摆伫伊面前身躯边的天使，然后伊用实际的行动来学乐即个毋是家己的神，是约瑟上帝的名。牧师伫咧思考即项代志，咱通常伫生活的困难中间，咱可能比较容易来看到问题，来埋怨上帝，检查咱对咱生命所发生的代志来受气。也是咱会通用另外一种伫生命的中间继续来学乐上帝，感谢上帝。咱认为倒一种的生命品质会通帮助咱度过迄个难关呢？是埋怨吗？是怪罪吗？还是用学乐？咱搁倒来看埃及法老王，其实伊会使用真清楚的本意主义来摆脱约瑟，甚至伊会通来讲好，你的意见真好安尼吼，然后伊犹原派家己的人去做宰相。伊甚至会当伫迄个丰收的7冬的中间，来好好来甲伊拍喷，来甲伊消费。后壁7冬，反正以后再去讲嘛，无拄即个法老王搁伫咧。我想即种的心态是真侪政治人物的问题啦吼，嘛真有可能是现代人的问题。但是咱看见埃及法老王，伊颠倒选择来学乐上帝，甚至愿意将埃及即个宰相的大位来交互一个外邦人。反倒当咱来思考，伫圣经中间所记载迄个选民犹太教徒，却强烈来摆脱外邦人。咱呢？咱是有可能愿意甲遐个甲咱无共款的人，做伙学乐上帝，做伙牵手，做伙行，做伙来度过难关呢？过去即个礼拜中间，美国卫生部长来拜访台湾，除了是因为政治原因，因为台湾的防疫非常成功以外，台湾阁有一个真重要的心志，嘛实际在做，叫做台湾 can help， 台湾 is helping。我相信基督徒阁较应该安尼。咱会通互上帝的名，因为咱愿意安尼做，来受到学乐。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8月13号。我们的经文是诗篇133篇，创世纪41章第14到36节，启示录15章第1节到第4节。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赞美上帝的名。我们昨天从创世纪第40章的经文开始谈到了约瑟在埃及的遭遇，我们也引用了今天的经文创世纪41章比较后面的，我们从38节看到40节。那
法老王对约瑟的赞赏，那其实他是对上帝的赞美。法老王对约瑟这样说，法老先对他的这个大官来说，他们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到呢？然后39节，法老王就对约瑟说了：神既将这件事情指示你，可见没有人能够像你一样有聪明有智慧。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的我比你大。我们看到了法老王对约瑟的肯定，其实是来自对上帝赐给约瑟的智慧的肯定，并且法老有信心，约瑟可以凭借着上帝的恩惠，有能力来治理全埃及。因此设立了这个约瑟担任了宰相，这是极大的突破。特别是我们知道约瑟他不是埃及人，更不是在埃及出生的。最近美国的卫生部部长Ezra 他率团来到了台湾访问了4天，许多人开始谈论他的背景。这一位担任美国总统继任顺位第12位的这个高级官员，他却是来自一个黎巴嫩基督徒的移民家庭的后代。虽然他是移民的第2代，但是重要的是 Ezra 他是一个在美国出生的美国公民，也因此他可以担任美国这么重要的一个职务。但是约瑟呢，他则不是埃及的公民也不是埃及出生的，甚至他还是从监狱里面提领出来的阶下囚。那么为什么法老王会将这样的重要职务交在他的手里呢？其实说穿了，是因为法老王为了他的2个梦所困了所苦，在埃及的国内却没有人能够解释他的梦。因此当约瑟在他的面前坦白直言的时候，法老王看到了这一位与他自己不同民族的人，他有着他自己的信仰以及所依赖的上帝。他坚定而果敢的在王的面前提出谏言。埃及法老王看见了约瑟背后的保守者，那一位约瑟所信赖的上帝。因此我们知道法老将宰相的大卫交给约瑟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肯定上帝的作为，也是在赞美上帝的名。启示录15章我们看到的末后的当中有天使高声赞美上帝的名。在这个末后其实是代表了人的尽头，也代表了世界的终末。在那个时候有天使要高声赞美上帝的名。虽然在末后我们谈的末后可能就是混乱动荡人类可能就在所谓的极度的不安的这个当中。我们从经文里面的第1节第2节看到，我又看见天上有另一个神秘的景象，又大又奇，有7个天使掌管的最后的7种灾难。因此上帝要在这些灾难当中贯彻他的愤怒。我又看见一片好像玻璃的海，掺杂着火。我也看见一些人，他们已经胜过了那兽像以及数字代表名字的那人。我们都站在玻璃海边，拿着上帝给他们的竖琴。那竖琴后面当然是在讲赞美了这是接续在第3节第4节的经文所说的。这样的情况正如约瑟时期的法老王一样，当他面对一个未知的将来，也许就像约瑟说了，有7年的丰收，然后有饥荒，他却选择敞开心胸，
接纳上帝摆在他身边的天使，并且以实际的行动来赞美了上帝的名。牧师在想，当我们通常在这个生活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做的事情是什么？可能我们比较容易挑问题，埋怨上帝，对生命的所发生的事情呢来生气，还是我们能够选择仍然在这样的生命当中继续来赞美上帝呢？感谢上帝呢？我们觉得哪一种的生命品质能够帮助我们度过难关？是埋怨怪罪，还是赞美呢？埃及的法老王他大可以继续用本位主义来排斥约瑟，也许接受他的建议，然后选择埃及人来当宰相。在丰收的7年当中，他也可以选择好好的挥霍，反正以后再说嘛，也不一定会发生呢。那这是很多政治人物选择的这一条路，或是他们的问题。可是我们看见圣经记载，埃及的法老王却选择赞美上帝，甚至愿意将这个埃及宰相大卫交给一个外邦人。反观自称为选民的犹太教徒，却非常排斥外邦人。那我们呢？我们是否愿意跟那一些与我们不同的人一起赞美上帝，携手并进，一起度过难关呢？这次美国卫生部长拜访台湾，除了有一些政治因素，还有因为台湾的防疫成功以外，当然还有一个台湾的心志，也的确实实在在的进行当中，就是台湾 can help and Taiwan is helping。我们来思考，基督徒其实是更应该要如此的，在这个困难的当中，我们来付出实际的行动，让上帝的名受赞美。